嘉义县最近是传出有三大饲鸡场呢去喂到这 H5N1 的禽流感，县政府是赶紧去现场消毒。统计落来，这三大饲鸡场呢，拢总是杀12万外只的鸡仔。防治单位是提醒民众，即马拄好是渡鸟的季节，减少接触渡鸟的机会。疾病防治所的人员穿规矩的装备，由禽流感的饲鸡场，甲破病的鸡仔掠去地仔内底，准备要来处理掉。除了鸡仔以外，鸡卵嘛拢爱消毒，有的嘛爱处理掉。嘉义县家庭疾病防治所于1月初2小刷接到禽流感的通报，2礼拜外的时间，已经对3间饲鸡场完成清消的工作。目前有3场确诊案例，扑杀含死亡的蛋鸡有104984只，白肉总鸡24360只。共计损失129344只，销毁鸡蛋94194颗及总蛋9803颗。防治所表示，1月初2接到报纸有2家场主动通报疫情了后，虽然连面进行清洁消毒，不过伫初8甲初9，阁接到民众甲报纸报道有烧鸡场甲2家场嘛有新的疫情发生。防治所表示，这个病毒的源头可能就是渡鸟，相关业者爱加强环境防治的工作。养禽业者应做好禽舍保温及通风管理，维护防鸟设施功能正常运作，落实门禁管制及清洁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，并提高警觉。如发现禽只异常死亡，应主动通报。嘉义县自去年9月到达发生禽流感的案例计共7个，这3场感染的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。防治所讲，这阵仔天气寒，家禽的抵抗力会较歹，阁是渡鸟活动的时间，所以较会有疫情发生。呼吁业者爱做好防护，甲主动通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